对棒球的热爱不分年龄。台南市巨人杯参赛对象首次扩大到中青族群，比赛伫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登场。开幕典礼即天，市长黄伟摕特别到场祝福，竞化身棒球投手，为比赛开场。太好了，谢谢！祝福我们今天的比赛圆满，大会成功，巨人杯长青软式棒球锦标赛成功。咱台南市咱体育人足幸福的，因为咱有一个足挺咱体育的市长，就是咱的黄伟哲市长。所以讲，咱的巨人杯吼，这个长青棒球下当伫个原来嘛是举办着头一届，咱下当拜托咱的市长吼，佮继续甲领导，佮继续佮甲延续办落去，好唔好？好。为着带动基层棒球风气，每一年拢会举办巨人杯全国青少年棒球赛事。今年的中青棒球赛事，吸引市的县市总共20支队伍前来报名参赛，各球队以球会友，展现不老棒球魂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